在这个2024年过一半咯，有的企业开始咧发半年一届的奖金，台积电发上多，平均一个员工会当领75万，总发出的奖金是超过500亿。那传产业上界好康的是汽车业甲航空业，讲像这个中型航空，都按算要发11亿3000万，平均一个人会当领10万块，超过科技业。来上看卖呀，去年到这阵，你趁的敢拢出国开了了啊！航空业趁甲优势势，总算挡过疫情时期歹时阵。疫情解封，航空业未搁再变有变角。中型航空会发11.3亿的年终奖金，超过联发科和华硕，以员工数量超万过人统计，每一人平均当领10万块。另外，汽车业内底龙头和泰汽车会发2.36亿的年终奖金，以员工数量超563人计算，平均每一个人会当领超过41万块。科技业员工不管做偌忝，拢感觉上价值。根据统计，像一贵公司今年发10亿以上年终奖金的，拢总18间，科技电子业占15间，台积电嘛伫咧年终奖金摕到冠军。员工赚口口拢总超过500亿，是唯一发100多亿年终奖金的企业。台湾员工数量超6.7万人来计算，台人平均当领超75万。奖金摕到这么高，敢会互人的心对恁鸟是咩换头路？今年毕竟有这种缺工的一个状况出现，因此不分外销、导向科技业务、制造业或是内需的一些服务业的这种业务型工作，都会积极祭出年终的一个分红或者是绩效奖金来留才跟抢才。联合银行业者分析，企业甲员工的分红奖金放送予大家偏芳，主要是惊人才走去，嘛希望有人才上到这个好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